都是因为头发教吼，多多影到新生吼，种下迄爱你们爱个贵人吼，本来动态信心上讲，爱是在航运方面条路哦。嘛，迄因为安尼吼，爱讲我讲到伊讲好诶，就伊讲头发教甲下，爱变了以前，爱都头发甲攀过体育场来，现在是来发表会哦，所以也嘛会看得出来，该一种好商人啊，一种来通力东强啦，吼，就想讲，爱都开始来写现在时，甲下嘛因为范文峰先生吼，其迄个个托词吼。伊嘛本来都会讲动态机器都会讲，也声音吼，伊是像讲我一般不点点吼，都会讲有一点疯狂了吼，所以我甲伊讲，我边要理行，我写100首的作品，所以13年底度吼，范老师说听我讲现在时，所以也部分哦，嘛当生气了吼，有安尼啊先生同安尼学生了吼。好，我想也迄个对我来讲，当好当有意思的一个回忆啊吼，所以就来范先生吼，每下呢，我嘛迄因为安尼开始教书，来到台中教书，甲下又去读到文英馆来陈千武馆长，我喺头报纸上要看到。当然呀，前面有一段都会讲，爱托新竹市长甲下从好去个海边书房，伊个二手书店，甲下都从南投个那个中外文学啦，还有都当到别国都吼，因无爱看来书啦吼，广东呀吼，像头发教嘛迄吼，较做托新竹市长，托图书馆吼，佮请下辈这个现代时的书吼，就要变请下辈，上辈吼，就要一层永醒，然后都一个灰尘满满的，现代诗都投在灰尘下面哦，我都一本一本都该夹出来看，所以我讲我行一条某人上爱行的路啊吼，也部分都一生气都一讲学校书托派，过去托海边书房买转来个的书，其中有一本都是田村荣一的诗论，拄好迄陈千武先生佢算讲佢翻译来吼，嘛迄因为陈千武先生有两本书，本来印象都是讲陈千武先生都是爱报纸上被看到的文英馆馆长，佢讲两个人啊，都好写诗。嘛对写诗当鼓励我甲礼拜我都同托时间甲下写个可能100-200首的作品，都规包南过去文英馆都请名改陈千武先生每下佢看到技术佢都讲方慈爱同李明勇小改远去历史下就历史社按来讲好甲下将毕业嘛讲因为就是讲伊个好写诗个前辈是在安尼就是讲突然引起伊个时下个同个到时下前辈多多学习，也嘛是当好的佢当然唔单止安尼佢还就是讲文英馆有一面墙本来佢都讲反正也墙都本逐礼拜是头量发表一首诗我都用个写台诗啦、水墨画啦都逐礼拜都去个表一种，所以虽然讲像专业班的不过嘛迄本来当好个算个历练啦